已故賭王何鴻燊家族近排由遺產管理人放售尖沙咀金巴利街商業地盤，啲新聞都係提佢老哥幾房人啲爭產花生。賭王爭產花生就講到侵啦，午後反而留意呢個盤當初嘅共同持有人羅寶。呢位羅寶以前做過港英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佢伯爺老羅寶係何鴻燊以前窮到窿去梳打埠闖天下嘅其中一個恩人。如果大家有睇過《賭城大亨之新歌傳奇》，呢位仁兄就係老羅寶嘅原型啦。老羅寶雖然當初有恩於何鴻燊，但喺澳門當年呢個三山五岳之地，即使係恩公，亦夾雜唔少新哥生前講唔出嘅恩怨情仇。話說1941年，當年仲係 Con U 拎緊獎學金，咖啡都唔捨得請女同學飲嘅何鴻燊，因為日本仔打到嚟啦，冇得讀書，要去做防空警報電話生。新哥唔知係咪份人比較風趣呢？當年接受黃霑訪問，憶述亂世風雲，竟然回味無窮喎。新哥嗰陣話，嗰陣有36個接線生，34個係女仔，一個炸彈落嚟就俾10幾個女仔搏命逼埋嚟攬實，俾女圍咗8日。佢堂阿叔何世文收到風，香港守唔住啦，就叫佢快啲離開崗位。何鴻燊話堂叔嗰陣要請日本仔食飯，驚雞同鴨講，就揾佢做翻譯。新哥後生高大有型，又係 Con U 出身，英文就啦啦聲啦，談吐得體。席間有個叫齊藤嘅日本商家就對佢係咁起咗憐才之心，勸佢到當時嘅中立區澳門揾食。就係咁，佢就以難民身份帶住全副身家10蚊去咗梳打埠闖天下啦。到埗之後，何鴻燊加入咗由中葡日聯營嘅聯昌公司做秘書，月入85蚊葡幣。聯昌當時係澳門最大嘅公司之一，供應幾十萬人糧食，入面有幾個老細，一個就係嗰陣喺澳門做經濟局局長嘅老羅寶，另一位就係周梁淑怡伯爺梁基浩。何鴻燊當時日頭做秘書嗰陣，夜晚就狂操葡語同日文，加上份人醒醒目目，老羅寶同周梁老豆都好想識佢嘅。喺呢段時間，佢仲撞到過嚟避難嘅伯公何東，何東贈送咗成功秘訣俾呢位子侄。做大事要成功，3個條件：第一，銀紙；第二，銀紙；第三，都係銀紙。當然唔係蔣天養呢句啦，佢話後生仔要成功，一要勤力，二要銀紙揸到實。第一句就老生常談啦，但第二句就對何鴻燊影響深遠，就係因為銀紙揸到實，搞到霍英東都俾佢過咗一棟。何鴻燊喺聯昌就撈得好掂，仲被委以重任派去押運交易貨品。有一次出選，佢邀錢30萬喺海上買貨，點知就遇到賊船，陷入槍林彈雨之中，俾人用機關槍指住個鼻梁，剝光珠兼銀兩盡失，冒住生命危險，帶領全船人衝出重圍，翻抵澳門。未幾因架頭海軍扣留咗2艘聯昌同遊船，佢以一口流利日文搞掂咗日本仔，建下奇功。而根據何鴻燊自述，佢入咗聯昌年幾就分咗成球嘢花紅。喺1947年，佢就決心要開創自己嘅事業。佢同傅老榕嘅得力助手鍾子干同埋前事頭梁基浩合作，開咗一間煤油提煉廠。呢間廠唔單止成為澳門電燈公司嘅主要煤油供應商，仲連賺過百萬，真係肥仔過肥仔水。不過何鴻燊嘅成功就引嚟咗黑社會嘅妒忌啦。當地一個黑勢力大佬要求分一杯羹，仲威脅要收佣金。有一次，佢哋仲派咗6個大漢手持手槍，腰持手榴彈，衝入煤油廠搞事。何鴻燊即刻揾老朋友何賢，即係澳門前特首何厚華嘅伯爺出面斡旋，最後用2萬蚊平息咗單嘢。你以為新哥自此之後就順風順水啊？未啊！到咗1953年，何鴻燊生意蒸蒸日上之際，有位澳門大阿哥逼佢放棄澳門嘅事業，
如果唔係就自己出門口睇路。何鴻燊無奈之下黯然返港，但每一次提起呢段往事，佢都會好激動咁講 I will come back。當然 the rest is history。新哥最尾都係重返澳門，仲成為一代賭王。但對於呢位仇家嘅身份，佢就一直唔願意透露。即使該名仇家已經去咗賣鹹鴨蛋，但何鴻燊都費事佢後人難堪，所以將個名帶埋入棺材。咁究竟呢位仇家係乜水呢？新哥雖然冇明言，但根據午後嘅推測，應該係當年嘅澳門大哥梁昌。梁昌係恒生銀行嘅其中一名創辦人，亦係澳門第一代撈賭嘅霸主。喺澳門街黑白通吃，佢戰時撈走私兼幫英軍做特務，秘密收集日軍情報，協助民軍人員逃離淪陷區。戰爭結束前，喺英國佬 MI6 嗰邊打聽到消息，知道日本仔應該敗仗已成，軍票將廢，港紙將回復正常，因此到處收購日軍以軍票代替而淪為廢紙嘅香港鈔票。由於當時香港收藏鈔票仍然係犯法，加上大多數人因為生活不得已需要變賣鈔票，所以梁昌就可以得到大量嘅港幣鈔票，最後戰後一夜致富。更因為幫過英軍立過功，仲拎埋荷蘭水蓋添。喺打仗期間，佢識咗老羅寶，仲得到對方賞識。二戰結束後，澳門開始成為世界主要嘅黃金走私地方。澳門因為唔係國際貨幣基金，唔受國際公價嘅規限。當年澳門最賺錢嘅公司係一間叫和安嘅公司，承辦晒澳門黃金嘅生意，年賺幾千萬。而當年賭場都係一年賺幾百萬到啫，咁你就知道有幾好運啦。古有全真七子，當時澳門就有和安七子，而講緊嘅係和安7位股東，其中包括老保羅、何賢、梁昌等。1953年，何鴻燊嘅生意就漸入佳境，但佢就激嬲澳門嘅地頭蟲喎。點解呢？因為多隻香爐多隻鬼啊嘛，就算唔同範數都係咁話啦。澳門嗰個年代嘅地盤意識好濃厚嘅，地方就細細，食幾多大茶飯就絕對有數得計。有班友就覺得呢個鬼仔新搶走咗唔少煤油生意，又唔係梳打埠自己有，咁就當然唔鋸啦。所以就係咁揾何鴻燊麻煩。當時能夠統合澳門地下勢力就係梁昌啦，要維持澳門街地下秩序，就只有趕走何鴻燊。何鴻燊當初就唔肯就範，但俾人兇多幾兇，再加上佢原配黎婉華外家係澳門世俗，收到風知道呢單嘢唔係講玩嘅，就叫何鴻燊唔好再硬頸落去。結果佢就執晒澳門啲生意，返香港圖謀再起。到咗1961年，澳門開放競投賭權，何鴻燊就講明 come back， 同霍英東、葉漢等組成集團，競投澳門嘅博彩專利權益，希望堂堂正正光榮回澳。佢當年接受訪問表示，嗰陣自己有千幾萬身家，但仲驚財力唔夠，就揾老友霍英東商量，叫佢支持。霍英東一再提醒佢，做咗賭場持牌人，可能連命都冇嘅。但何鴻燊就堅持，我係為爭啖氣，其他嘅事我都諗得好清楚。佢曾被對頭人趕出澳門，但對方財雄勢大，因而輕敵，完全估唔到佢有機會東山再起。據野史流傳，喺報名截止前嘅最後1小時，何鴻燊先將同律師一齊 draft 嘅申請書遞交到澳門政府招標辦公廳。而競投賭牌嗰陣，據說有個澳門大粒佬打電報去里斯本，話如果俾何鴻燊拎到個牌，澳門從此永無寧日。而相傳打呢個電報嘅人就係何鴻燊以前嘅上司老羅寶。雖然老羅寶同何鴻燊有啲交情，但同梁昌一齊撈金揾大錢，交情更勝一籌。而梁昌係其中一個有份競投賭牌嘅人，所以有理由相信佢揾老保羅出手督背脊。不過何鴻燊今次 come back 真係有備而來嘅，佢向澳門政府承諾，除咗每年繳納稅款，
公司將每年利潤嘅10%用於澳門嘅慈善事業，90%用於發展澳門經濟、工商事業，興建一間國際水準嘅博彩娛樂場，3間一流酒店，繁榮新口岸地區，購買水翼船，改善港澳交通，為保障內港暢通，每年進深水道100萬立方米。咁好嘅條件，澳門政府點好意思拒絕啦？一直到投標結果揭曉，何鴻燊對家先知不妙，開出8個條件要封殺何鴻燊。第一，要攞何鴻燊條命；第二，要令所有澳門酒店停業，令香港賭客瞓街；第三，要全港賭船停航，香港賭客只能爬艇去澳門；第四，派啲乞衣坐喺賭場門口趕客；第五，令澳門冇人敢租私人地方俾何鴻燊開賭場；第六，出錢將原有嘅賭場伙計可觀養起嚟，唔俾佢哋到何鴻燊嘅賭場任職；第七，喺何鴻燊嘅賭場掟手榴彈；第八，利用政府內部關係阻止何鴻燊履行合約。何鴻燊話：兵來將擋，佢想打死我咩？佢一打死我，48小時之內佢都死，我擺低100萬等人攞。新哥間賭場開幕嗰陣完全冇正式合約，佢飛到里斯本3次，無牌經營咗3個月先攞到合約，從此崛起成為一代賭王。至於梁昌，失落賭業當然心生不忿啦，但都已經冇晒計啦。好在佢老哥就大把生意，冇得撈到，仲有澳門船務揸手。梁昌同原配妻子梁文燕生有5子2女，後來梁昌娶咗仔女嘅家庭教師何幸莊做佢繼室，2個人生多3個仔。不過好景不常，1977年何幸莊向高等法院申請同梁昌離婚，梁昌就大受打擊，性情大變，經常拎住一沓銀紙同一堆手錶派通街。到咗1979年，梁昌喺香港要司機開車兜佢去兜兜風。到咗淺水灣道101號淺水灣花園大廈落車，佢獨自進入大廈 A 座，冇幾耐就 jump 咗落嚟啦，終年61歲。電影《新歌傳奇》秦沛嘅角色原型就係梁昌啦。據講當年新歌睇完套戲，大讚劉華扮佢扮得好靚仔，對劇情都冇乜挑剔。當然新歌從來都冇親口證實當日趕佢走嘅人係咪梁昌。隨住呢班人嘅離世，澳門相信往後都唔會再有呢啲龍爭虎鬥嘅江湖傳奇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仲有，如果想大力支持我哋，可以 super fans，多謝支持。